小美係一位飽受 DSE 英文折磨嘅 U 底同學。3日前，佢悲慘嘅命運終於迎來轉折啦！神燈啊，神燈！我希望我英文可以1個月進步3個 level， 光宗耀祖，唔好再俾人笑。嚟到係神燈正禮 ，sorry 啊，你揾錯人啦！如果你 DSE 英文要進步，你係要揾 Miss Janet， 我可以幫到你。要 DSE 英文進步，唔使求神拜佛㗎。我哋嘅課程專為 DSE 同學而設，包保1個月嘅時間，你就可以脫胎換骨。我哋提供海量 DSE 模擬試卷，針對讀寫聽說4方面，讓你熟習 DSE 嘅考試模式，全面提升你嘅應試技巧。教你寫出歷屆 DSE 考評局心目中嘅標準答案，讓你輕鬆拎到分。特別 Grammar 精修班，配合埋清晰易明嘅教學，你要一嘢補好 Grammar 底就係咁簡單。而每期嘅寫作操練更加會手把手咁教你寫出有清晰結構、內容豐富嘅文章，寫作成績脫穎而出，一定會發生啦！仲未夠吸引，我哋仲有免費試堂等你嚟體驗。英文想進步，唔使上淘寶，唔使去深水埗，揾我 Miss Janet 啦！全年度中1至中6火熱招生，快啲過嚟揾我，開啟你嘅 DSE 英文進步之旅啦！